打算送啥？报丧。每周六晚间10点，花甲男孩转大人。各位观众，欢迎继续收看咱台视11点台语新闻，我是郭义中。新闻都开始，赶紧带大家关心11点上新的消息。要来看到，这是国民党立法委员赖士宝在人面册写文章，来哀悼病武汉肺炎的医生李文亮，怀疑讲即马社会敢若温存一款的意见尔。伊讲到李文亮过身，唔知敢会当互民进党的高层有一寡良知，引起到大家热烈话。卫视讲是张飞拍甲鬼，塔塔做一堆。详细情形，连线记者陈义勇来带咱了解。好，主播各位观众带你关注一下呢。现在武汉肺炎疫情持续的升温，那为了缅怀武汉肺炎的吹哨者医师李文亮，其实国民党的立委赖士葆也特别在脸书 po 文，但是他的 po 文呢，却也引发了反弹，因为呢，他内容是写到了他认为现在社会呢只允许一种声音，甚至呢，他也质疑认为呢，现在其实李文亮之死不知道能不能唤醒民进党高层的一点良知，但对于这样的状况呢，其实台湾基进党甚至也照样造句来反酸了，认为呢817万票不知道能不能唤起国民党高层的一点良知。那对于这样状况呢，其实国民党这样的发言，民进党立委也是大力的抨击，来听听看他们怎么说。这个就是熟悉的国民党最对位了，就是国民党永远没有让大家失望。我想任何公共政策都可以被讨论，但是背后有一个核心价值，就是防疫优先，防疫视同作战。那这些蓝委们真的实在是不要搞到最后又被搞到可歌可泣哦，因为现在人命关天，然后每天在那边说一些风凉话、喷口水。其实台湾不需要这么多的口水，台湾需要的是努力的汗水。好，可以听到呢，其实民进党立委呢是大力的反酸之外，其实他也认为现在属于防疫的高峰期，也认为呢现在防疫正在属于敏感的一个时刻，所以因此认为呢各界不应该继续这样的口水战。以上面向军情形，先将时间交还棚内主播。多谢议员讲到防疫，上新的现场继续要来关心，为了对抗新型冠状病毒，民众小济买酒精，台酒就讲到滨东酒厂今仔日会上市36000罐75%防疫的酒精，也不过宜兰地区也未到货，敢会当先买到600罐95%的酒精。早起8点开始卖，虽卖了了，详细情形连线记者廖玉婷来带咱了解。玉婷。是的，主播观众，画面中可以看到地上堆满了空纸箱。宜兰酒厂10号早上释出的600瓶95%酒精，8点一开卖，马上就被民众抢购一空。对抗新型冠状病毒，民众疯狂抢购酒精。为了解决民众的需求，行政院是指示台酒公司和台糖加入酒精生产的行列。台酒就表示，第一批由屏东酒厂生产的36000瓶75度酒精，10号就会开始上架贩售，一瓶售价是75元，每人限购2瓶。台酒也强调，接下来其他4个酒厂也会加入生产，酒精是绝对够用，提醒民众不需要囤货。以上是现场的最新状况，把时间镜头交还棚内。多谢玉婷，同款嘛是早起时上新 WHO 要来办全球论坛，敢若温准咱台湾用网络连线的方式来参加。总统蔡英文下早来到桃园，替2020年国际智慧城市1.1论坛开幕，针对武汉肺炎防疫相关的议题有详细的回应。我们这个线上参与这个只是第一步了哈，那我们也希望持续的争取啊，那我们是希望我们能够以实质的参与为我们的目标，那我们会持续的来努力。那这段时间以来有很多的友邦跟主要的国家发言支持我们那我们都要利用这个机会来表达感谢之意。客气。然后想要请教一下，因为现在大家都在防疫，但是共机又来扰台，而且他们还说他们会挫败台独。我想在这段时间，大家最在意的事情还是防疫的事情。我想中国的疫情也都是全世界关注的，而且他们要忙的事情确实也很多所以我倒是觉得在这个时候。做这一些军事的动作确实是没有这个意义，也没有这个必要。不过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我们 F-16的战机都有全程的伴飞监控那我们也会持续的来
监控整个台海的状况哈。那请国人放心，我们都有随时在监控，也随时掌握。那么我们也会持续的加强我们自己的国防跟其他国家的这个合作哦。那在这个时候，我倒是要告诉中国，最重要的是赶快把疫情能够控制住让整个区域跟全球的这个面临疫情的这种紧张的状态可以缓解下来。对话。有关于那个中国跟现在滞留在这个中国湖北的这个习近平他现在的状况已经拿到调了。那听说这过程当中，总统非常的关心，现在有觉得松一口气的感觉。那因为这个事情要解决，其实可能还是需要再次的启动包机。那不晓得目前我们两边协调的进度怎么样？这个个案呢，确实是在我们内部讨论的时候，持续都是一个焦点那我们也用尽了所有的办法，让这个病患呢可以及时的取得他的用药那这个当中有很多人的参与，也有很多人帮忙尤其是有几位台商朋友的热心的帮忙，我们在这里表达对他们的感谢那至于这个包机的事情我们还是持续的在跟对方沟通那我们的原则不变，初心也不变，也就是说我们弱势优先，那么检疫优先的原则不变那么至于初心呢，也就是说我们要让我们整体的防疫工作能够周全，那么我们人民的生命财产要做最好的保障那把我们全体国民照顾好所以我们将会秉持着这些原则持续的来跟对岸来沟通希望我们很快的可以达到共识。然后请教一下，最近有那个卫生纸之乱，从口罩之乱到卫生纸之乱，那当然这是因为有一些讯息，你有在脸书上澄清，可是这几天大家去大卖场看，不止卫生纸，甚至泡面跟卫生棉都快要被抢购完了，这是一波一波的乱象，要怎么样来解决？那我这里要再讲一遍了卫生纸的原料跟口罩的原料是不一样的，卫生纸的原料是纸浆，那我们口罩的原料是不织布那原料的供给都没有问题那也不会发生这个短缺的现象，所以我们的国人是不必要恐慌这个卫生纸的问题那在这个这个疫情紧张的期间我倒是要告诉我们的国人在这个时候我们最不需要的就是不正确的消息的传播那我们希望就是说各位不要去轻易的相信没有经过证实的这些资讯那我们的主管机关也会特别在这个阶段特别注意这些不正确的资讯的来源跟它的流通的情况。包括您最近有一个下令，因为现在其实疫情的冲击，很多观光产业都受到影响。那您是有下令纾困要及时，那包含正月可能最快期正开展。对，这个在我们一开年的时候，我们就开了国安高层会议在会议里面，我们已经做成决议，也就是说，对于这一次受到疫情冲击的观光产业我们跟其他的产业我们都必须要拿出有效的措施来纾困来缓解。那也希望透过这个机会能够让他们能够转型，能够升级那所以这整套的作业呢，我们行政院跟交通部都非常的积极的在做我相信很短的时间之内，他们都会提出具体的方案。好。那我们怎么看美国的国务卿庞皮欧是现在警告各州的州长说，现在中国打压不断，还包括他们其实在领圣节的时候，就支持他们要发会这样的情况。我是在这里要感谢这个美国的Pompeo国务卿能够仗义直言那提醒美国各州的州长不要屈服在中国的压力之下那我相信这样的做法不但不能够达到中国自己设定的这个目标，那持续的打压，持续的阻止跟台湾的往来这些种种的打压，就像我讲的，不但不能够
达成他们原来设定的目标，反而让大家对中国的印象越来越不好。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中国自己要好好检讨的事情。总统赖清德在这个清晨的时候已经回到台湾，这次在美国行的生活，您觉得如何？有达到就是觉得说台美之间互动？这个赖清德副总统当选人哦，他其实这一次因为他还没有就任副总统哦，所以他这一次的赴美其实是一个个人的行程也不是官方的行程哦。那参与的邀请单位哦也是民间的单位了啊，所以在这个整个行程的过程，我们也看到了他参与这个各项的这个早餐会的这项活动了哈。那我是觉得任何有助于我们跟其他国家的关系的，我们都会乐观其成。还有问题吗？好，谢谢。好，谢谢。好，拄则咱听到就是总统蔡英文上新的讲法，继续要来关心防武汉肺炎健保卡的功能搁再进步。健保署宣布，为初十起，医疗院所会当伫咧前一天提供过定工预约挂号的人挂号的资料，为健保署批处来掠资料，会当提早了解，倒一寡人即阵有去过中国、香港、澳门旅游，和相关的人接触过，医疗院所会当提早来应付。新系统按算今仔日就会当正式开始。另外，过去要查民众14天内去过倒位旅游，和某米人接触过，都爱查医生卡和民众的健保卡才查会到。即马健保署甲这个权扩大到医疗人员，也有药剂师、护理人员拢看会到。要互医生看的人资料拢会当查到，要来降低防疫人员去围到的风险。有人乌白传武汉肺炎的假消息，台湾一个去日本留学的学生，伫咧社群网站铺消息，伊写讲氰化物会当杀死武汉肺炎的病毒和预防传染病，中国人都爱赶紧食。结果，咱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赶紧出来回话，讲这款的氰化物实在是真毒，绝对袂当食。刑事局已经请日本警察通知这个学生，要求伊倒转来台湾到案说明。氰化物会当杀死武汉肺炎的病毒，预防起胃着病。中国人惊叫，这个内容引起疾管署的注意。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赶紧出面，讲氰化物是真强的毒，0.几公克就会害人的命。氰化合物它是剧毒，什么都会杀掉，所以它可以把所有的生物啦，你说细菌啊、人啊，都会被杀死。警方查到，甲这篇文章抛去咧网络的人，原来是一个去日本留学的姓尤的学生。找到伊的亲人了后，已经先要求甲文章抬掉啊。另外，嘛请日本的警察派人去学生住的所在，叫伊赶紧回国到案说明。警方将依社会秩序维护法或传染病防治法来进行侦办。另外，互人注意的是，这个学生伫文章内底佫讲，若是手头无氰化物，会当找真侪苹果籽甲下作混加落。原来苹果的籽内底冇氰化合物。基本上这个量是很微量的，对人类是不会造成立即性的危害。虽讲食到一点仔苹果籽袂害人的命，不过若是长期一直食，或者是食真济，对身体也是有败害。网络顶的防疫的假消息真济，民众看到都要加想一下，千万莫互骗去，才袂为着防疫伤害到家己。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嘛是假消息，因为武汉肺炎疫情过年这段时间，台南市卫生局提供12000片喙罨，要互基层的检测用。即马煞传讲这片喙罨拢是为中国乌百姓来的，敢若搁再过期。卫生局落尾赶紧跳出来解说，讲这批喙罨是3年前进口的，迄当时无疫情，效期嘛也未超过，希望大家拢会当用了搁较安心。武汉肺炎的疫情继续拖，警察伫外口执勤，嘛拢甲喙罨挂起来。不过即马煞传讲，政府进前分互经销用的喙罨，是为肺炎病毒逼出来所在中国乌百姓来的。斟酌甲看，这批喙罨的产地顶下写的是中国乌百，这嘛互一寡基层的警察私底下咧算讲，这敢是别人买用才摕来互警察用的，也是讲警察的命无值钱。一部分的民众听到这种情形，嘛感觉无妥当。如果是给就是第一线的人，我觉得还是以台湾制造的会比较优先，比较安全吧。湖北这2个字就制造的就不行吗？不会，并不会。
民众的看法拢无同，原来这批喙罨是过年时台南市卫生局分予市警局，互会甲民众接触到的警察用的。不过，唔拿喙罨的产地，互人袂放心。佮听讲，这喙罨拢已经过期啊。这些口罩一般来讲，它的效期3到5年啦。我们播发出去的口罩所以说符合这个细菌的过滤率，而且任何一个口罩它要进口的话，都要符合我们国家 CNS 的标准。卫生局出面解释，讲这批喙罨是3年前进口的正备库存，迄当阵疫情也未逼出来，嘛无过期的问题。不过疫情这么严重，摕到的喙罨产地却是写中国乌百姓，真正是互人唔敢甲挂起来。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喙罨，伫咧屏东恒春市区，嘛有真侪人排队要买喙罨，规个排队排甲热热长，活上百公尺，引起在地民众起摇疑，感受外地来游客嘛要来小济排队买喙罨。不离个邮局百货讲排队的大部分拢是在地人，因为昨是咧拜日，无身份证号码限制，排队的人才会特别多。透早7点外，邮局门也未开，外口都已经排真侪人啊，为着买喙罨排队排了正百公尺。平时要工作啊，星期日才不用13或26啊，刚好回来恒春，就顺便6点多就来这边排了。看准礼拜无身份证号码限制，排队的人加真侪。不过因为邮局伫恒春市区，遮尔侪人抢喙罨，嘛互当地民众怀疑可能有外地游客走来排队。97后，我要大人都没有了，小孩子剩下小孩子的。因为恒春敢若有5间健保特约邮局，一间200个喙罨拢总1000个，嘛互当地民众烦恼外地游客走来抢，造成喙罨欠货。还好啦，因为最近游客也比较少。目前我们遇到的都是本地人居多，真的是有需要再带就好了，真的不需要那么恐慌。8点9点就开始，每一家门口都是大排长龙，看起来都是我们恒春人呐。不过邮局讲来买喙罨的大部分拢是当地民众，虽望武汉肺炎的疫情真严重，不过中央控制甲真好，目前拢也无一定人做伙为着情形出现，喙罨的供应嘛真稳定，希望民众莫伤过紧张。记者综合报道。希望咱讲莫伤过紧张，也毋过人讲张弛无事本，初心就袂安稳。为了惊起火到武汉肺炎，民众小济买喙罨，多一个富人人敢若因为买无，滴安全无坐坐稳，顶面落青色的网搭，互人翕来铺上网络。另外，阁有一个少年的查某囡仔坐稳也雨伞，规个顶半身拢打掉咧。台北检问讲，这款的行为无违法，引起到大家火较真热。一个查某人规身躯包甲暗暗，明明是坐接温，却戴安全帽啊，佮用西网将头掩着，包甲是白的其他的乘客看到拢感觉真趣味，将相片翕落来铺上网的人，佮笑讲，伊敢是妄假海贼王内底天龙人，也是要去抢银行。他这样子没有办法透气吧？每个人有自己保护自己的选择，对，那他选择这样保护他自己。我觉得也蛮好的。乘客看落拢真爱笑，大家看法无相同。有人问讲，敢是要去掠虎头蜂？嘛有其他的网友回讲，是要去参加咸水蜂仔炮。还有人回讲，伊头顶有类似，风格嘛着爱水水啊。但嘛是有民众跳出来解说，可能是抢袂着喙罨，想要保护家己，只是安尼伫节棍顶悬声目的装扮，毋那伊一个。早就伫咧疫情逼出来进前，就有乘客看到有查某人坐捷运，搁掠雨伞，将身躯规个拢盖着，敢若是想要甲人保持距离，就互网友哭说称做日本的雨伞妖怪。随着武汉肺炎的疫情继续抵消，加上进前传出公主号邮轮的游客伫咧台湾北部地区拍走，有袂少人就惊家己会来画着，想出奇特的方式来咧防疫，但嘛有部分的民众认为唔免伤过来烦恼，会觉得太过头了，会制造恐慌，好像没有什么保护力。对，因为目前都还没有到社区传染的阶段。一直戴的话，如果最后真的感冒了，没有了怎么办？台北捷运公司强调，若是无影响其他的人，穿什么款的装备拢无算是犯法，但也是无建议，因为挂喙罨、较骨来洗手，才是上有效的办法。记者综合报道。讲到防疫，人侪为了这三色人讲五色话，和专家嘛无共的意见。现主时要买到喙罨实在真无简单，就出名汉药师咧人面册分享。伊讲伫咧喙罨内底沿，搁再打一沿卫生纸，或者是免一个拢布，用了甲迄一沿换掉，搁再用吹风机烘1-2分钟，喙罨就会当搁再用。不离个感染科医生烦恼讲用高温来烘喙罨，安尼会破坏喙罨的结构。
靠边靠边。武汉肺炎摊开，药局头前每一天拢排真侪人，买喙罨变做全民的运动。喙罨真歹买，到底是要安怎？就有名的中医师伫咧面册分享，讲是经过台大医学院教授高明健的建议，只要伫喙罨内底加一张卫生纸，也是灭菌的纱布，使用了后将纸澹掉，再搁用吹风机对着喙罨吹1-2分钟，就会当搁再来使用。而且只要吹风机距离这个喙罨15公分，就会当达到65度。这个武汉的病毒超过65度就会死去。这个方法有影无？垫一层东西。那让我们的外科口罩不会变脏的话，外面的那一层外科口罩就可以重复使用，是可以考虑的，但是不是很好的选择，因为这个纱布这些不容易固定，分泌物里面包埋的细菌或病毒，它可能对温度的感受性就没有那么好，而且那个高温的情形之下会破坏掉外科口罩的材质。喙罨内底注一张卫生纸，虽然会当让喙罨的使用小可来延长，但吹风机是毋是会当高温来杀菌？感染科的医生有无同的看法，而且建议，若是真正买袂到外科的喙罨，会当考虑内层使用棉布的喙罨，外层再搁挂这个外科的喙罨。棉布的喙罨会当来阻挡分泌接触到外科喙罨的内部，搁会当洗。若外科的喙罨外层会当来挡这细菌，两个做伙用会当互外科的喙罨用较久，非常时期非常的做法，千万唔通相信网络的偏方，才袂喙罨黑白挂出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即嘛若是大家小济买喙罨，含一罐一罐的酒精共款嘛，真无简单买会到。一罐五金行生活100货拢是找无，业者讲老早都已经卖了啊，即嘛工厂也未付出货。大卖场含抗细菌消毒有关系产品，像讲抗细菌的纸巾，也有漂白水销量，含过去比起来加差不多2成。另外烘碗机，冇人认为讲会当消毒，即嘛共款有人小济咧买。出外回来先喷2个酒精消毒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互大家神经拢病甲安安。不过最近发现，若是喙罨酒精真歹买到，亲像这种会当随身扎着的管仔嘛找无。目前都盛大的小的早就卖完。那个不用问了啦，再一阵子应该也没了，因为我们的库存都卖完了。五金行生活100货拢总无，行遍通路大卖场总算是找到啊。旅行分装的组合内底有这个设计杆仔，业者规起来设一个抗菌防疫的专区，将热卖产品拢总一盒一只。湿纸巾或者是说像漂白水，现在目前的销量以平常来看的话，至少平常高出至少2成或者3成的销量，可能就是交货时间会比较晚一点到。有真侪人伫问的，阁有参像这种红婴仔伫用的消毒垫，阁有标榜会当杀菌消毒的烘碗机。本来就要买，就是因为这次那就提前买。那店头门市、电商平台，只要甲抗菌消毒有关系，嘛真侪人伫查。扑克来洗手的产品销量提升7倍，鸡毛拍卖抗菌消毒水销量飙30倍，阁有紫外线的杀菌灯、酒精消毒器，嘛拢伫咧 PC 坊上榜。另外业者嘛有观察到，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民众较无爱出门，阁有学生延后开学，电动机的销量嘛意外成长4成，成做另类的防疫商机。记者综合报道。武汉肺炎影响到咱台湾的观光产业，一寡风景所在变甲足稀微，游客变较少。像讲基隆海科馆本来休寒这段时间是无休困，结果即马公告讲开学进前，逐礼拜1拢休困1天。另外，故宫博物院头一届宣布2月14到3月31，逐礼拜1拢休困1天，也有拜2到礼拜日为下午9点开到下晡5点，提醒游客都要特别注意，才袂加走一撮无采工。消毒一下。清洁消毒量体温，故宫每一个入口拢有安排工作人员甲红外线的体温计器来咧测量，民众嘛拢有做防护，但是安尼也是无够。全年拢无休困的故宫，即马特别宣布休馆的时间。因武汉肺炎，故宫宣布从2月14号到3月31号，每周一要来休馆1天，并且呢取消了每天以及周末的延长开馆时间，要来加强各项防疫。调整了后，故宫北院拜2到礼拜对早起9点开始，干那开到下晡5点。但是故宫南院无受到影响，只是武汉肺炎的疫情，一个短时间内恐惊无法度结束，故宫嘛无排除延长休馆的这个措施。必须呢，把一部分的时间作为我们整个环境全部的大消毒，看疫情的
发展状况来做一个检讨。加上进前，宣召公主号的旅客捌来故宫，官方加强防疫，爱互民众安心。那家人海科馆嘛同款对咧做。面对防疫，2月10号休馆一天，另外配合休馆的假期延长，开学进前的拜一嘛拢休困。防疫人员赶紧利用无开馆的时间，详细消毒。无论餐厅、研究中心，也有每一个馆区，拢着爱处理。镜头来到观光的热点，台北101，虽然营业时间无调整，但休假日的人明显减了真多，少很多啊，少很多。西门町也少很多。大陆人也不能自由行，所以我觉得本来就人少一点。武汉肺炎影响着观光，非常时期，恐惊也是防疫更较要紧。记者综合报道。一寡人避免为了镜头，拢想讲较莫出去，较无代志，尽量无爱出去外口食饭。餐厅人客一日减真济。颠倒是网络购物的业绩真热市，订单是去年这段时间的5倍。另外，泡面上届有销，罐装的饮料嘛成长6成，其中上抢市的就是冷冻水饺，加销10倍。超级市场的泡面区，架顶明显互人扫货，真侪口味拢互人抢了啊！即马毋若抢脆暗，就连即时的食物嘛真夯。因为密闭空间感觉比较容易被传染，能自己煮就自己煮。肺炎的疫情继续抵消，真侪民众心内惊惊，除了减少外出，就连三顿嘛尽量伫咧厝内家己来煮，就是怕人多的地方，尽量避免外食。1个礼拜出来采购一次，带小孩子可能也预防说出去一直常常跑出去外面走啊，干嘛的。超级市场的业者表示，最近包括冷冻的食品销量明显成长2成，实体店面出现抢买的人，有的人甚至无出门，伫咧厝内透过网络来落订。开工后的订单数跟去年同期成长了5倍，那尤其是泡面跟即食品就是卖得最好，再加上最近天气比较冷，冷冻汤品的销量也有成长，像比较暖胃的麻油鸡，一周可以卖出300多万。根据统计，伫咧大卖场的网络顶管买物件，泡面是上热销的商品，若罐装的饮料嘛成长6成，冷冻的水饺嘛是爆量，是以往的10倍。为着要防止肺炎的疫情，雕厝的经济明显成长，因为煮水饺真方便搁紧，意外成做民众投选。业者强调，拢有甲配合厂商来咧堆货，目前进货是无问题，民众毋免抢买来囤货，避免影响到食材新鲜。记者综合报道。人咧讲有时青光，有时月明。新北市万里的旧空仔渔港，因为武汉肺炎影响，海产市场规拢足稀微。本来即马应该是万里虾大出的时间，应该就爱真抢市，结果规拢无人，业者嘛三声无奈，讲为顶礼拜起，人客一日就减真济，来买的大部分拢是住伫附近的老主顾客，特别传讲泉州公主号游船的旅客，可能捌来过旧空仔渔港，海观光客更加唔敢来，生理上少落超过50。另外，在据时上新的消息来关心武汉肺炎疫情，引起到台湾人调离咧中国，煞无法度回来。一个伫咧乌巴，伫台湾真罕咧看镜头的这个囡仔，因为要做的药剂无够用，海基会特别协调在地台商协会会长送药啊过去。海基会副董事长姚仁德嘛证实这件消息，落尾海基会发言人特别出来说明。各位媒体大家好啊，针对大家都很关心的。我们的这个血友病患者的这个送药的这个事情哦，今天来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哦。我们的这个药品呢，在今天的凌晨大约12点多的时候，已经送到这个我们患者在金门的住处，也已经交给了他的母亲哦。那这整个过程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的同仁在春节期间也接到这个求助的电话，那我们就开始进行相关的协处跟联系。那整个过程呢，也持续了10几天哦。那我想这个过程当中，除了我们的海基会同仁的一个不眠不休的帮助跟努力之外呢，也要特别感谢，包括像当地的台商协会。还有这个华信航空的大力协助，那整个过程我大致上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哦，就是我们的同仁在前一天，也就是2月8号的晚上哦，我们是请专人哦到我们病患他的家里面去拿药，然后呢，在昨天将近中午之前的时候，一样我们也是派专人哦把药送到华信航空交给他们。
那这个班机呢，大约是在下午1点多的时候起飞，也是大概在下午4点多的时候呢，抵达河南郑州。那随后呢，我们的这个华信航空，就将这个药品交给我们的郑州台商协会，而郑州台商协会呢，它随后呢，也就将这个药品，大约在晚上8点多，将近9点之前呢，它送到了这个河南跟湖北的一个交界的地方哦，一个叫做铜博服务站的一个地方，那送给我们的这个金门，台商协会的简会长。那随后我们的简会长呢，就开车把这个药品哦送到这个金门我们的这个病患呢他的家中哦，交给他的母亲哦。那整个过程大概是这个样子。那送到他的手上的时候，差不多是凌晨12点多哦。那这个任务就是这样的完成。这整个过程当中，由于这个疫情的影响的关系哦，这个任务呢它跨越了海峡，那路程也超过了1000里哦。这个过程当中，充分了体现我们国人之间相互扶持、相互帮助、无私助人的一个精神。我们特别要再次对我们的台商协会、华信航空以及这个过程当中所有提供帮助的人再次表达感谢，让这个事情可以顺利的完成。那简会长的部分是这样，就是说，昨天我们也持续关注这整个过程。而在这个事情药物交到我们的这个家属的手上的时候，我们秘书长当然也特地致电跟会长表达感谢。那会长他其实很低调谦虚，他的回应是说，这个呢也没有什么，我就是只是出一趟车而已哦。那对于他这么热心、无私又不居功的这样的一个精神，我们是非常的感佩，再次对他表示感谢。那以上是我的说明，好，谢谢。上新的消息，赶紧要来关心演艺界大代志。这是2020年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下午9点闹热上场。其中最佳男配角奖是从前有一个好莱坞布莱德彼特摕到，那最佳原创剧本这是《寄生上流》洪俊豪摕到。另外最佳改编剧本这是《吐槽男孩》。最佳女配角奖是婚姻故事罗拉定温摕到。做回来听伊的得奖感想。Wrote a movie about love. And about breaching divisions in the name and in the honor of family and home, and hopefully for all of us in the name of our planet. 其他消息要来关心，公园处流浪的手环，听讲有危险，都是带带囡仔来到新北市邦桥永丰公园耍。囡仔要处流浪之前，大人先处予囡仔看，结果一个处落来，倒手手指头熊熊转火出来，落尾发觉讲手环互人抗体片破坏，好亲像是有少年家仔伫咧乌白变，警察即马调监视器，当咧抓人。处流浪的手环顶面有2块真细地铁插伫遐，边仔阁有互人用刀刮开的粉叶。处流浪的顶下看到火热，民众的手一直闹火，赶紧用卫生纸甲包起来，画面真恐怖。手指有点小受伤了，什么小朋友觉得很可怕的东西。来到现场，水网相关的单位已经甲处流浪修理好啊，不过囡仔真爱耍的处流浪，哪会这么危险？这个应该是刀子，好像刀片之类割的吧？这好像有稍微刮起来了吧？七八下晡2点外，家长带囡仔去新北市邦桥的永丰公园耍，佮提醒囡仔讲，耍处流浪的时阵，手爱换2边的手环，受袂到家长做示范，为顶会出落来的时阵，倒手熊熊感觉足痛的，刷落火擦擦地，尾也佮添3针。附近的民众听到这个消息，怀疑是定出现伫附近的少年囡仔挑故意要甲人创治的。有一些小孩子也会在这边聚集，做很多的一些比较可能突兀的事情啦。派出所这边的警察弟兄也常常有过来这边。囡仔伤热，唔若破坏公物，佮造成民众受伤。刷落警方会调看监视器，要查看到底是什么人这么真。记者综合报道。或者心情来看到苗栗客家庄元宵节带出去放龙之夜，伫咧苗栗和平公园闹热上场，嘛招真侪民众提早来占位。到尾上龙队一个上场，互炮下放。今年活动特别安排德高炮，就是甲炮下吊伫咧德高来力量，表演到40年代苗栗放龙的场景。苗栗元宵节重头戏，用炮下来表演，掀起活动的高潮。
瓦一压一压达，炮瓦声是变变叫，规个拢是烟蓬蓬，代表上水的人轮流上场，伫咧炮瓦亭内底转来转去，接受炮瓦的洗礼。今年的活动特别加入德高炮的表演，十几个工作人员将炮瓦挂伫咧德高顶悬，围做一个圆圈啊，人走去倒，炮瓦就对到倒。精彩的表演重现古早的年代。客家先祖也相信，我们拜这个龙，神龙会保护我们客家的子弟，所以呢，在每一年的过完年，就会有我们这个舞龙的出现。变龙之夜，最后拢是用放烟火来做结束。今年改用无人机取代烟火表演。我们现在可以看到龙的正面，哇，红包赢龙！伫咧气势十足的音乐声当中，120只无人机伫咧苗栗市的天顶摆出七彩光目的变龙的图样。虽然变龙的过程出现一点仔小状况，民众伫咧看的时阵，我伤近，差一点仔受伤。好佳在有惊无险。今年元宵的变龙之夜，伫咧民众的欢叫声当中圆满的结束。记者综合报道。另外，元宵节、花莲花篮、邯郸文化节，因为武汉肺炎疫情，本来香港、中国拢有2间庙派差不多100个人要来参加，即马无都入境，形成临时冻点。另外，配合元宵节的客居活动闹热气气，有传闻讲今年业绩比往年较好3成。声隆隆叫，邯郸爷烫把体，手拿着青叶叶的溪线，徛伫咧新桥顶悬，看起来足威风的传统的习俗。早邯郸爷会当气度瘟疫，是每一年元宵节的重头戏。不过今年花莲花篮邯郸文化节本来邀请香港甲中国来台湾做交流，但是受到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被迫来取消。我们的香港玄武财神殿，还有我们的大陆福州财神庙。原本预计他们就各50人要莅临我们花莲来共襄盛举，但是因为这一次的武汉的疫情呢，陆方方面呢有管制，所以他们临时没有办法来这次来共襄盛举。看袂到香港甲台湾邯郸爷来拼场，香港嘛伫咧面册顶悬铺文，讲啥物拢准备好啊，就是要来台湾体验。但是因为疫情无法度来到台湾，看得出来真危险。除了50个香港人，还有50名中国福州供庙的人，行程嘛来划停。另外一边庆元宵、平湖、望金龟、求福气的活动，拄到肺炎来闹场，但是欢乐的气氛无受到影响。毕竟同为元宵比过年还热闹，政府的管控都做得很好，就是到时候我在追踪从大陆进来的人，然后会请他们再加以做好防疫，所以你不担心？不担心。你去年较济，今年看生意差不多有加较好无？对台湾管制有信心，平湖热烈的庆祝，水母配着烟火，就算天气冷死死，民众也是真热情。记者综合报道。元宵节迄一暝，伫咧高雄即间庙办客居的活动，岛民众甲神明祈求平安居，其中一个杯念伫咧新道的道群，落尾换别个人跋杯，嘛去吸到头前即个杯，不如个头前即个杯无落落来。庙方工作人员特别讲到，神明有指示，讲即一届武汉肺炎的疫情，咱会当平安度过难关，提醒大家免想过头行行。民众跋杯求平安居，1摆、2摆、3摆圣杯，一连续跋到第8摆，但这摆杯一跋落，大家拢硬去啊！敢若看到穿朴色外套的这个查甫人先行过去较认，无偌久，大家拢活过来，有人用手来举，嘛有人会手叫外口的人，大家赶紧来看。所有的人拢看甲目睭无转轮，新道顶的面头前一阵吵闹，因为这个杯竟然就黏伫咧新道顶的道群顶悬，那是神奇啊！我捌看过徛杯啦，我捌看过吊伫顶悬的，感觉就是足神奇的。伊就是跋杯的当事人，家己嘛感觉真神奇。平常时啊，就伫咧庙内底做义工，元宵节即天参加求平安居的活动，头一摆拄着跋杯黏条的情形，后来其他的人跋杯，另外一对杯弄着道群嘛无落落来。先水指示讲今年的瘟疫的流行吼，请大家免恐慌安心会当来度过着这个瘟疫。庙方事后向神明来请示，得到好的旨意。虽然嘛有可能是因为和道群顶悬的赤手来搞着，才会调着，但是点甲过两天拢无落落来，也是互民众感觉足神奇的。庙方特别用心来保存，已经变做是地方顶悬热门的话题。记者综合报道。
镜头继续说来去宜兰东山乡有一个无啥人知影手烟火所在，粉红色的树尾龟垂落来，变做一条棒坑，没人阁梦幻，请真侪游客特别来这翕相拍卡。原来这是私人的花园，主人真拍手嘛真阿莎利，开放予游客入来到内底参观。根据了解，原来这款的品种叫做奇瑞樱，是日本才有的。民众若是想要欣赏美丽花海，都要把握好时机。粉红色樱花开花啊，奇瑞因棒坑的气氛实在是真浪漫地区，特别是来到故事内底世界同款，和游客拢摕手机啊一直翕。好美哦！想不到台湾有这个垂樱这么多，很漂亮。然后它的塑形好像跟一般的不太一样，它是垂下来的。这个景点就伫咧宜兰的东山乡，这是一个私人土地种的奇瑞樱花园，四季拢有无同的景致，加上奇瑞樱的关度无讲真悬，和游客不管是这里还是徛咧，拢会当翕到真水的相片。枝垂樱它是日本特有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品种，跟一般樱花不一样的是，在它的一个枝叶它是枝细而下垂，是一个四季可以有变化。那的一个樱花，粉红色的樱花花海，互人看到目睭唔甘腻。民众若是想要欣赏这个迷人的美景，会当趁休假日去宜兰行行咧。记者综合报道。说来，这个画面可能引起到一寡人看起来真惊吓，这是新型冠状病毒引起到武汉肺炎的疫情，那亲像水崩山。大家听到武汉肺炎，就惊甲面啊绿色。专家讲，病毒的源头是为密婆来的。结果，澳洲昆士兰一个小所在，一天的尾仔嘛，熊熊一大阵密婆，规个飞入来到内底，半空中乌天暗地乌薄薄。在地民众讲，那亲像是密婆加雷亚风，场面足恐怖。天顶规个拢密婆，数量超有30万只以上，看起来就袂输那乌色的加利亚风同款。密婆唔那声真臭人耳，晒个甲是足臭的。当地民众真惊，会为什么传染病，互大家拢真惊吓。The stench is unbelievable. The nuisances they're putting up with. 这是澳洲昆士兰的英雄镇，当地民众才5000人尔，熊熊有数量超过60倍密婆出现，个囡仔互密婆咬着伤，互家长真烦恼，唔知影会得新型冠状病毒的，造成澳洲武汉肺炎15个确诊的病例，佮加一个。Little kids just gonna throw a rock at them and stir them up, and you might get scratched. 其实昆士兰省的密婆有4种无同的品种，拢有受到法律的保护，袂当掠、袂当抬、袂当赶。专家讲，密婆会伫无同的时间生团，民众袂当用烟雾、声音，也是对因笑梗甲因赶走。昆士兰的野生动物专家讲，虽望密婆会带病，唔过互加着，也是互咬着，社区传染的风险拢真细。民众莫乌白去掠因，离因较远咧。就算密婆更较济，对生活安全甲公共卫生嘛免伤过烦恼。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咱人是无多挂无事牌，来破病都爱互医生看。有的人煞较好一个药啊，阵啊无爱食，家己大煮大意真铁气。有这书提醒讲，安尼有可能互镜头更加危险。你有闻到一个奇怪的味道吗？猜一下好了。阿婷，你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啊，你留下来，我要先走啦。你看是不是同性恋啊？你觉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我当然不讲不是，但是我怀疑你。那你发现你想快点啦！每周六晚间10点，《花甲男孩转大人》，感谢大成保险经纪人冠名赞助播出。不管是车上、饭店、你家、我家，完全配合，没有任何底线。台式复活，璀璨耀眼。欢迎继续登来到新闻的现场，健康吃饱二要来关心健康的话题。讲到咱人是无多挂无事牌，破病互医生看都爱食药啊。有的人一个较好尔，阵啊大煮大意计较，药啊无爱食。有这书提醒讲，有的药啊是袂当因为镜头较好就无爱食，啊若无可能会更较严重，就变做更较危险。民众感冒看医生摕药了后，真侪人拢会因为病有较好啊，药啊就无爱食，安尼敢会用的？其实我们并不建议这个民众自行停药。
药师提醒讲，话药啊，伫病受到控制了后，袂当雄就甲停掉，若无病有可能会佮压起来，佮会变甲佮较食力。像讲每一种抗生素对应无共的病，拢有无共的疗程，要按照医生的吩咐来食，甲药啊食好完，安尼才会当甲体内细菌全部拢排死。那尤其是抗生素的方面，一个有效的这个抑制细菌的生长，通常有2个主要的条件。那一个就是它要有足够的浓度，那第二个就是维持在这个足够浓度之间的时间的长短。那所以要是民众他觉得已经退烧了，他就没有再服用这个药物的时候，其实就不能够好好的有效的这个抑制细菌的生长。若是雄甲药啊停掉，有可能会互有抗药性的细菌有继续活落去的空间，尾啊佮摊开，互病变甲更加严重。刷落就爱换更加强的抗生素，疗程嘛有可能会变更加久。恁种食药啊，就甲过车路共款，爱停看听，才会当避免沾到药啊，互药啊的效果完全发挥。记者综合报道。休困一个广告了后，老热的场面要来看到指南宫上万人做伙食丁酒，当中有1万公斤的鸡肉，唔那互大家食免惊，嘛互大家食平安。你有闻到一个奇怪的味道吗？猜一下好了。雅婷，你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啊，你留下来，我要先走啦。你看是不是同性恋啊？你觉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我当然嘛讲唔是，但是我回你。那你发现一下，快点啦！每周6晚间10点，《花甲男孩转大人》，感谢大成保险经纪人冠名赞助播出。不管是车上、饭店、你家、我家，完全配合，没有任何底线。台式复活，璀璨耀眼。我应该没有找错地方才对吧？啊，你就是今天要来的新人啊！我是阿巴。这就需要研发的新药。阿兹海默症有一大堆资料分析，但却没有办法找到解答。阿巴，我时常觉得，制药也许要的是一个结果，但制药的人。欢迎继续登来到新闻的现场，继续要来关心南投指南宫香火真旺，那是珠宝真出名。另外元宵节大出去，就是上万人做伙食丁酒的活动，同款真有名声。照常举办，今年庙方提供1万公斤台湾土鸡仔肉，另外还有3000公斤的米，要让信徒来食平安。为了要来配合中央防疫的政策，现场出入口拢安排志工来喷酒精消毒，希望大家更加安心，嘛食了更加放心。南投指南宫透早就闹热滚滚，工作人员伫边仔内底无闲试试，洗菜、串料、煮料理，手拢停袂落来，准备要迎接1年1届的食丁酒的活动。我叫反面。会场的出入口有穿干巴色的衫的义消志工，挂喙暗替民众的手喷酒精做消毒。不过来食丁酒的民众，煞唔是大家拢有挂喙暗。会怕这个武汉病情的影响吗？我平常都有在运动。还是会，对啊，因为有一点就是扩散的还蛮恐怖的。有消毒，所以就是比较不会怕这样子。南投指南宫逐年拢会办食丁酒、食平安的活动，今年受到武汉肺炎的影响，真侪人拢烦恼活动会取消。不过庙的评估过了后，认为活动是办伫户外空气有流通，进前有先做消毒，另外嘛替民众喷酒精，所以决定活动照办。我就准备一寡迄个，你会用丝带式的这个。用气流要大家，哦，你如果爱就在家人先做哈，你要到管控的地方去吃也可以。我们2道手续，所以大家哦，请我们食客哈，我们的香客哈，配合哈，进到我们大门之前哈，一定要经过杀菌消毒的这手续。食丁酒的活动，唔让民众伫寒天会当食到烧乎乎的料理，嘛希望透过祈福的活动来安打台湾的民众。这阵啊，因为疫情的关系，变甲真紧张的心。记者综合报道。你有闻到一个奇怪的味道吗？猜一下好了。雅婷，你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啊，
啊，你留下来，我要先走啦。恁囝是不是同性恋啊？你觉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我当然嘛讲不是，但是我回你。那你快点啦！每周六晚间10点，《花甲男孩转大人》，感谢大成保险经纪人冠名赞助播出。不管是车上、饭店、你家、我家，完全配合，没有任何底线。台视复活，璀璨耀眼。我应该没有找错地方才对吧？啊，你就是今天要来的新人啊！我是阿发。这就是要研发的新药。阿兹海默症有一大堆资料分析，但却没有办法找到解答。阿发，我时常觉得，制药也许要的是一个结果，但制药的人有时却能在过程中找到更珍贵的东西。你找到了吗？正中点。哪里的很整齐啊？帮请坐。这些是你跟佑婷去买的，还是你跟你的女朋友去买的？那时候带她回来让我看看。不好意思，这是我叫的车。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女力报道。人做代志，旁是一个动物，咱相唱舞是一条生命。只要你做3步1天，这句话一定爱记。AM 8点到10点，请收看台视《4月望雨》。阿斯女，阿斯女是什么鬼？是侍奉王的神女，她还可以操纵人心，利用人为她做事。父子，你身上怎么有股陌生的香味？你现在不是陈父子了吗？我最想要的就是你。从现在起，你要像以前守护3藏一样，发誓守护。每周1至周5晚间10点，台视频道《花游记》。宇宙冒险，古道探秘，如果有什么地方冒昧到你们的，庙宇传奇，我奇怪哪会啥物发生啥物代志？刑案解密，最神秘未知的现象，新闻大解密带您一一解开。阿妈那么细呀，你可以不用这样吗？神明不是说你28岁要接当爹？我只是还在想，这几年人一个一百个出钱出力后替大家解决问题所以大头起咱落力今晚上几点啊？我们晚上还用功啊！阿静，你打算被送上？爆伤了。每周6晚间10点，《花甲男孩转大人》。感谢大成保险经纪人冠名赞助播出。你有闻到一个奇怪的味道吗？猜一下好了。阿婷，你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啊，你留下来，我要先走啦。恁囝是不是同性恋啊？你觉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我当然嘛讲不是，但是我回你。那你快点啦！每周6晚间10点，《花甲男孩转大人》。感谢大成保险经纪人冠名赞助播出。不管是车上、饭店、你家、我家，完全配合，没有任何底线。台视复活，璀璨耀眼。
找错地方才对吧？啊，你就是今天要来的新人啊！我是阿巴。这就是要研发的新药。阿兹海默症有一大堆资料分析，但却没有办法找到解答。阿巴，我时常觉得，制药也许要的是一个结果，但制药的人有时却能在过程中找到更珍贵的东西。你找到了吗？郑重点。哪里的方程式啊？帮手做。这些是你跟佑廷去买的，还是你跟你的女朋友去买的？那时候带她回来让我看看。不好意思，这是我叫的车。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女力报道。人做代志，旁是一个伴，咱相唱默是一条生命。叫恁做三陪一天，这句话一定爱记。谁啊？AM 8点到10点，请收看台视《四月望雨》。阿斯女，阿斯女是什么鬼？是侍奉王的神女，她还可以操纵人心，利用人为她做事。父子，你身上怎么有股陌生的香味？你现在不是陈父子了吗？我最想要的就是你。从现在起，你要像以前守护三藏一样，发誓守护。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台视频道《花游记》。宇宙冒险，古道探秘，如果有什么地方冒昧到你们的，庙宇传奇，我奇怪哪会发生什么代志？刑案解密，最神秘未知的现象，新闻大解密带您一一解开。阿妈那么细呀，你可以不用这样吗？神明不是说你28岁要接当兵？我只是还在想，这几年人一个一百个出钱出力后替大家解决问题所以大头七张落去今晚上几点啊？好酒伫网底看戏看人底，新闻上尾要来欣赏纽约服装周上场，每一个头脚西区拢来展现您一粒一的作品。其中布内顶麦克苏威伊塞来2020年秋冬的服装，以一个紧凑的剪裁风格，展现查甫的汉草甲查某的体格。新闻上尾带大家做伙来看卖，感谢你的收看，我是郭一中，祝大家平安健康。小大家继续收看咱台视中道新闻。你有闻到一个奇怪的味道吗？